桃园机场抓到一个香港的毒品集团，想要偷运14公斤的K他命来台湾。这个集团的成员拢总5个香港人，因用旅游的名义招人去到澳洲和当地毒品集团直接，伫行李内底藏毒品，再搁为巴黎背来台湾。桃园地检署甲4个嫌犯提起公诉，另外涉案的主嫌当咧逃亡，已经发布通缉。拍开行李箱啊，伫急站内底提出一包一包白色的开他命。航空警察局甲财政部关务署台北馆7月查到5个香港籍入境旅客，用托运行李夹藏第3级毒品开他命14.158公斤，期待高达新台票3000万。在巴黎机场就直接挂你的名字了，就把它运来台湾，而且你们是同一个旅行社一起订票的吗？你因为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航空警察局依规定进行逮捕。这外号种为首的卖毒集团，先伫6月招几名无熟悉香港人到澳洲旅游，提供资金买精品、名表等，照清查流行，骗机场执法人员用欧盟国家无需要签证的特性，穿过真济个将毒品运到法国巴黎，为巴黎机场坐飞机来台湾，是要闯关入境。由5名香港籍人士组成的贩毒集团，觊觎走私毒品入台的高获利报酬，以旅游名义先至欧洲比利时与当地贩毒集团接洽，策划走私凯他命入台贩售。这香港人跨国运毒案件专案经过桃园地检署，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，将4人提起公诉。外号种的涉案的主嫌，看到代志曝光，伫案发期间甲台湾接行的女朋友，到甲泰国曼谷，也发布通缉在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